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这是咱做伙来吟唱，伫早起时礼拜中，咱会做伙吟唱的圣诗，请咱做伙来献开圣诗第278首。圣徒自执筑圣殿，虽然头一句咱会感觉较有影，我当是圣。 我当堪得称作圣徒，总是啥物货是圣？我已经伫真侪讲道顶头有讲到，啥物货叫做圣？圣就是甲上帝有关系啦。所以咱虽然人是罪人，咱来承认，总是当咱知影晓悟甲上帝有关系的时阵，虽然咱的心思意念、咱的肉体犹原是。 无路无济，总是咱嘛会当堪得称作圣。所以圣徒毋是咧指别人哦，是咧指你甲我。咱做伙来吟这条真古典也真好听的圣诗吼，咱做伙来吟吼，来做伙来吼，来咱听金大家预备来。 圣徒自执筑圣殿。 哈利路亚，阿拉上帝大恩献，哈利路亚，天使为雷宝座，哈利路亚，为人啊。 当阿拉，哈利路亚。这时，咱搁来献开圣诗第587首。圣诗第587首，咱来听琴大一遍。 这首诗歌是伫美国20世纪真流行，也真侪人爱吟的诗歌。所以伫咱的新圣诗内底，将这首诗歌来选入来。这首诗歌也引用创世纪雅各伫伊的梦中，伫伊的经历内底，每一步。 毋知头前有啥物人的时，毋知头前是啥物上帝咧引出的时，透过这首诗歌来上帝告别讲：主啊，引带我。虽然真侪代志，明仔载我毋知影会发生啥物代志，总是上帝我知，你伫遐。 咱做伙来吟第1节就好。我毋知明日会怎样，主带路，我免担忧。我无求，大日好日光，有时阵。 黑暗而长，对将来我充满望，主保守得较稳当，我大日甲主当脚步，伊在我。 头前路途，这事人情的灵感，这事我的荣耀，我亲在主掌管民人，依靠我。一路行头，
愿咱就亲像这首诗歌的作者同款，透过这个吟唱，互咱知，虽然头前咱毋知会拄着啥，但是毋免惊，主伫咱的明日来等待咱。愿主圣手甲咱做伙伫地，请咱陪伴咱的心。各位兄弟平安，请咱大家闭办心，开始今仔日的礼拜。敬畏上主的人，上主要指示伊所着经的路，伊的心神会得到安息，伊的后代会承接所应允的土地。三甲来吟诗，圣诗278首，圣道自入主圣殿。请起立吟全首。圣道主进主圣殿，哈利路亚，阿拉兄弟大言喊，哈利路亚，比赛为瑞宝座，哈利路亚，为人爱当阿拉，
愿主奇妙甲宝贝，哈利路亚！天边海角大时代，哈利路亚！阿拉称赞主仁爱，哈利路亚！阿拉上帝大慈悲，哈利路亚！感谢丰恩甲怜悯，哈利路亚！一切圣家来世间，哈利路亚！甘愿受苦拯救难，哈利路亚！心肝欢喜手大琴，哈利路亚！英文和海出声音，哈利路亚！当心一一敬拜主，哈利路亚！阿拉一等等不顾，哈利路亚！请兄弟游玩徛咧，咱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临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活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过公道的教会，圣徒的上方，罪赦免，肉体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咱做伙来读启应文，也是诗篇第23篇。启应文第23篇，来，着对上主唱新的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予伊，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着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世界坚固袂动摇，天着欢喜，地着快乐。田园甲其中的所有的拢着快乐。上主得来啦！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咱做伙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赏赐阮新的一天，互阮有新的恩典、新的活命。
阮也要感谢主，通过你的保守甲带领，互阮伫即礼拜拢出入平安。阮献上感谢，求主你帮助阮众兄弟姊妹所行所做每一项事，拢有上帝你美好的旨意。若是阮伫咧行做有无合上帝旨意的事，愿主你来赦免，引带阮行对的路，互阮会当日日学乐感谢主。主啊，阮也要为着教会做的事工，求主来引带。10月28日的新基体欢迎会，11月福音主日，12月圣诞主日，恳求主的圣神甲阮三甲之地，互逼迫的同工充满主的智慧。主啊，阮也要向你求一个稳定，求主你赶紧停止战争，互万百姓会当真正感受上帝和平的稳定。我们将今仔日的主日所有的事工恭敬交伫主的手头，求主你带领、看顾、保守。愿圣神甲阮三甲之地，愿安尼恳求祈祷是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做伙来看圣经，伫咧创世纪第6章第1节到第4节。人类伫地上人也哪加天，嘛有生查某囝。上帝的囝看到人的查某囝水，就拣家己意爱的来做某。上主讲：人既然属未死的肉体，我的神就无要永远住伫因内面。因的岁数会当到120岁。上帝的囝甲人的查某囝同房生囝。对迄时起，世间就有大汉人，因是古早出名的英雄。圣经以上。学乐的诗歌是有人咧替你祈祷，请圣歌队。
正道的题目是上帝囝大汉人英勇，请牧师。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邀请咱虽然天气小可变化，总是愿上帝帮咱扶持，互伊所赏赐互咱的快乐甲祝福，嘛会当祝福伫咱身躯边的人。所以我要邀请你用你的笑容。你的请安，所以请咱甲边仔的人、头前的人、后壁的人讲真欢喜，甲你做伙做礼拜。啦，无法度讲吼，不要紧，距离上远啦，不要紧吼，咱会当剃头，甲因请安。我实在真毋望这个习惯会当延续伫咱每一个人一早起。爬起来时，我嘛毋望即个习惯会当延续伫咱厝内底的人若要出门的时，我搁较毋望即个习惯会当延续伫咱去到咱工课生活的所在的时阵，所有的人请安。虽然有当时啊，俗语咧讲，咱上怨恨的人有可能就住伫咱边仔吼，总是，假使咱也有法度学习用即款的眼光来讲，真欢喜甲你做伙的时，检测会产生无啥共款的效果。检测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听，也会伫咱中间做伙来祈祷。求上帝帮咱扶持，互阮真正听见你要向阮所讲的话语。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今仔日所读到的这段经文，应该是旧约圣经内底真歹解说的经文之一。神学家其实对真古早以前，换一句话来讲，至少这个讨论至少超过2000档以上。总是。我相信咱也真少会听到牧师用这段经文来讲道。我相信咱真少会听到。总是既然咱个别圣经是上帝的话，所以就无应该避免用这段经文来讲道以及听道理。咱来知影这段记事是线接亚当夏娃该稳的记事了后。所以，就亲像保罗安尼讲，《罗马书》第5章12节，保罗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罪对一个人进入世间，那安尼，这个故事应该就是一个犯罪的事件。创世纪第6章第1节一开始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人类伫地上，人野那加天，嘛有生查某囝。亚当夏娃违背诫命，互上帝赶出爱甸园。该稳犯杀人罪，杀阁是伊的兄弟。总是上帝虽然人做遮尔多违背伊心意命令的代志，上帝犹原眷顾人，犹原对人。施恩赐福，就亲像咱读到的第1节同款。人伫这个地上，人野那加天，这人野加天其实就是上帝赐福的记号。咱读创世纪第1章就知，伊赐福是爱人野加天，所以咱读到这就知影哦，上帝咧搁持续咧赐福。创世纪第6章第2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帝囝看到人的查某囝水，就拣家己意爱的来做某。随上这个经节，咱读的时阵会感觉莫名其妙。随上这个经节，互神学家上真大的脑筋。所以上早期的观点是上帝囝。互犹太人甲早期的基督徒，早前的犹太人甲早前的基督徒改读做天使。上主要的来源是根据旧约
旧约其实佫有另外3个所在，拢出现上帝囝共字，是出现伫约伯记第1章第6节、约伯记第2章第1节、约伯记38章第7节，拢伫约伯记。即字拢出现伫约伯记，然后伫约伯记内底，上帝囝就是天使啊！伫遐的意思就是天使。所以根据即种观点，因为上帝囝若天使，那安尼就甲人的查某囝有本质顶头的无共款。所以一开始真古早的解说是讲，因是犯的罪叫做搬过界限。逾越界限，搬过界限。因为安尼，彼得才会安尼讲。彼得后书第2章第4节，咱嘛会当参考犹大书第1章第6节。彼得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条经节，做伙来读来。上帝无宽容犯罪的天使，甲因担落地狱，关伫黑暗的深坑，听候审判。彼得所谓的犯罪的天使，其实就是指伫这个所在出现的，伫遮出现的叫做上帝囝。当然，伊遮所有这套的观念的来源，应该受到犹太教的典外文献、以录、以书、甲希尼书的影响。总是到公元2世纪以后，开始有人开始有无共款的解读。以及角度，犹太的解说学者认为，上帝囝应该是指当时的统治者。基督徒用灵感来解说圣经，将上帝囝解读做生得假的查甫人，然后人的查某囝。解说做该阮厝内底加下的查某人，然后呢，厄古斯丁伫《上帝之城》这本册内底，互这种解说成做主流。其实这个解说其实是灵异解说，直到19世纪，实际上直到19世纪，真侪基督教的牧师嘛，用安尼来解说这个解读。实际上，这种解读是一种真直接的联想分类。啊，是安那人的查某囝就是指该阮厝内底的查某囝咧？水当是邪恶吗？水这项代志当是邪恶吗？敢讲上帝就无眷顾犯罪的该阮吗？这拢是真用安尼解说真大的问题。所以到近代，更较侪学者会当接受犹太解说学者的解读，将上帝囝理解做王、君王。因为考古学家伫古代近东的文献内底找到更较侪类似的记载，因为考古学就找到更较侪的记载，伫这本近东的记载内底，史诗内底记载，王被看作上帝囝，这是古代的讲法，并无代表将王当作神，毋是哦。伫古早迄个世代内底，除了埃及将法老当作神，伫古代近东的地区，这个上帝囝是一个头衔。就亲像中国会称皇帝做天主、天子，同款，迄是一个头衔。这种头衔是表示王是神所竞选，然后因的王位有合法的地位。这也普遍出现伫咱即摆学出来古代近东王室因咧落葬的时阵所写刻文顶头，详时这个文献嘛对咱讲做王当时的邪恶，一个统治者的邪恶。当时的王会滥用因的权力，
甚至强迫要求伊的百姓，将因要出嫁的查某囝的第一枚爱送互伊，听有意思无？就是因的查某囝当时的百姓哦，只要是百姓要出嫁的查某囝，第一枚爱先送来王宫，才会当准出嫁。这种做法，互人真歹忍受。随上创世纪第6章第2节，应该是咧讲这种情形，描述这种罪恶，这种统治者邪恶、告激，互人挡袂牢的情形。所以，沿线头几章圣经创世纪头几章的主题，做不断的进展。对亚当夏娃因个人犯罪，扩展到家庭该稳太伊的兄弟，然后扩展到国家的统治者王的罪恶。诗篇第2篇第7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王讲：我要宣告上主的圣旨。伊甲我讲：你是我的囝，我今仔日生你。诗篇第2篇是早前新学家认为这是以色列王要继位的时阵，因一定爱念的歌。诗篇第2篇，所以外邦的君王若继位的时，将伊的百姓当作奴隶，用高压的手段迫害这的百姓，总是以色列的王无共款。伫伊继位的时，就互人提醒，伊是上帝的囝，伊的权力更较大，嘛需要去听上帝的声音，透过祭司甲先知所讲的话。然后以色列的王上理想、上尾理想的目标，毋是压制人。是带人得到头棒，互百姓得到福气，常时愿意顺服上帝的话，上帝的引传甲启示。这就是以色列王上理想、上悬的标准，就是安尼。总是因为每一个时代的王权力拢极大，到现在嘛同款。爱操纵媒体，现代话叫做带风向。所以对以斯帖记哈曼，伊本来要灭犹太人，这项代志无成。到近代，希特勒掌权，亲像恶魔共款咧执行灭绝犹太人。19世纪的美国政府推行的政策是消毒，或是消灭印第安人。南非甲美国拢捌伫历史顶头定法律，实行种族隔离的政策。这个人类的历史充满人的血甲目屎，拢咧对咱讲。统治者就是统治阶层的邪恶，统治者容易对这个世间的风俗，媒体也时常会对这个统治者有名气的人来报说讹落，或这个统治者因未感觉需要感谢、谦卑来听百姓的声。随上极权的国家是安尼，透过民主选举受法律限制任期的总统，有时嘛安尼。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只要是做王、做统治者的人，因爱有觉醒，知影家己是啥物人。若无上帝，有当时啊，就真容易行偏差的路。创世纪第6章第3节，刷落去咱读到这款的经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讲，人既然属
会死的肉体，我的神就无要永远住伫伊内面，伊的岁数会当到120岁。翻译这大这个动词，伫希伯来圣经内底就有出现伫遮。我昨伫家庭礼拜的时阵，嘛甲兄弟姊妹分享讲，随上咱讲咱的身躯是上帝的圣殿，上帝的殿，其实应该是根源是对遮来。因为上帝讲，我无要永远住伫因内面，对无？等于表示伊是上大，对无？表示伊是上大。所以咱爱会记得唤醒咱生命中迄个上帝的声音哦。咱的生命是上帝的殿，迄个根源其实是对遮来。第一句的原文通翻译做，因为伊不过是肉体会死，所以当上帝看到罪对个人到家庭延散到国家的残处的时，伊知影人迄个伊看做至好的本质，时常会互罪来暗藏，甚至互罪带咧戆说。伊看这个世界，因为人的罪渐渐败坏，所以伊设限制，互人的岁数上最到120岁。换一句话来讲，伊嘛毋望互这个做王的统治者减少一寡时间，腐败减一寡来压迫人。遐个暴虐的政权甲统治者，上帝的囝知，这拢是对有罪的人来的。总是上帝真正选择的，毋是消除这个问题，只是减少，还是压制，是安怎呢？咱会问讲是安怎？上帝会用阮邪恶的掌权者呢？随上伫人类的历史顶头，这种邪恶的掌权者，对古早到现在，咱拢会当列名单。埃及的法老、亚述、拿西帕、大希律王、尼禄、恐怖的伊凡、法国的国王路易14、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伊迪、阿敏、非洲阿敏、波普，这种名单现在若咧进行，有可能会当加上普丁、金正恩以及习近平。咱来知影名单顶头每一个名，拢捌造成几百万人，甚至是几千万人的哀伤甲死失。这叫做统治者的邪恶，听有意思吼？统治者的邪恶，因为因造成的伤害甲影响力范围更较大、更较宽。总是咱对一开始，上帝就用阮迄个试探的蛇，伫伊的园内出现。对安尼，咱就知影上帝的选择。伊选择互人自由意志，人是伊创造了看做极好的被造物，总是人嘛会真简单互罪来填心，所以人通选择上帝活出美好，人嘛有可能犯罪堕落。所以换一句话来讲，罪若伫咱的身躯顶头，就会亲像迄个恶意螺旋。不断向下，伫人甲上帝、人甲人，以及人甲土地中间产生更较大的伤害。迄个规模范围影响层面哪来哪大？是安怎？上帝无规气将人迄个会败坏的本质摕掉，摕掉人的自由意志咧。随上上帝来安尼做，人就变机器人。
这毋是嘛袂话是上帝的选择，因为人是有上帝形象的被造，既然有伊的形象，咱就要相信，伫咱内面都有行好去歹迄款的能力。总是只有人的罪，咱无法度解决。因为安尼，罗马书第5章第8节，保罗的话才会提醒咱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不过，上帝对咱证明，伊疼咱，咱要是罪人的时，基督有替咱死。上帝上尾上主的选择，是透过伊独生所疼的囝伊的死。来叫醒咱，透过安尼表明伊疼咱，要赦免咱的罪的方式。创世纪第6章第4节，咱读到今仔日圣经节的上尾即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帝囝甲人的查某囝同房生囝，对迄时起，世间就大汉人，因是古早出名的英雄。大汉人这字后来只有出现伫民数记13章33节，伫遐称作用大汉人来称呼一族叫做阿那族。迄个阿那族来形容，迄是一群身材特别悬大、真有力的一群人。这叫做古代英雄的溯源。当咱读到创世纪第4章，该运用家己的囝的名为伊所做的城市号名的时，这个代志就显出所谓的大汉人英雄，就是名人的本质。虽然不管现代的台湾还是中国，伫经济一直咧飙，以及政治选择的时阵，会产生出侪侪政治或是经济顶头的大汉人。检查因生真财毋是真大，总是真出名，所以镜头顶头看起来拢大汉。这个人伫镜头面前拢真大汉，真侪人会按赞。侪人真侪拢是借着运气关系，检查内底也有交插进迄个英雄迄款造有嘅个人特质，亲像本来做小学的老师的马云，会当开创一间公司叫做阿里巴巴，就是3级的兵户出身。阿炳会当做台湾的总统，这个现代的大汉人，伫政治甲经济顶头摕到因的成就。这个政治经济顶头的名人，真容易受到注目甲外在现象的迷惑，互媒体来报销，就迷失伫真大的金钱、游戏甲权力的结构内底，因为安尼，因要搬落来真简单，有时也真紧。这就亲像圣经所讲的，当上帝的神无搁住伫人的内底，人就离开上帝的美好。当人将权力甲金钱看作至关无上的时，煞毋知影有可能随时迄个王统治者的铁拳，随时就会当拍碎这个大汉人、名人手中所有的权力，也就是金钱，将因所有的来夺走，甚至夺走自由。这就是腐败的统治者以及因败坏社会的能力。当统治者腐败，若无伊表现出两种情形，无就是相同标准，就是百姓犯法就爱抓起来，统治者犯法免；若无就是顶头讲一套做一套，
下面也同款，讲一套做一套。伫历史的书顶头有记载，当唐太宗有一件出名的代志，当时书顶头来讲做是德政。唐太宗伫过年的时阵，组织家牢内底判死刑的家属，互因转去过节。时间到，请这个判死刑的囚犯爱转来接受死刑。结果约定的日子一个到，所有的家犯拢转来。这个唐太宗感动这个家犯受辱，就讨放所有判死刑的家犯。后来宋代欧阳修写出真出名翻案的文章，叫做《放囚论》。伊认为爱这受关判死刑的家犯教育转来，实在连君主嘛真歹做会到。所以伊直接评论唐太宗这种想要借着放这个囚犯来得到好名声，然后再囚犯想要得到自由，所以两边迄个心意一个想就对啊。所以伊用一个名词叫做上下交相贼，顶下交相插。透过安尼来演这场大戏，事实上上下交相贼，顶下交相插。这个形容词，我认为拄好会当来形容《创世纪》第6章第1节到第4节。咱来知影，美国南北战争虽然已经讨放乌人的奴隶，总是到20世纪，美国南方各州犹原存在各款歧视的法律甲规定，学校爱分黑白，电所爱分黑白。公车的座位嘛爱分黑白，头前是白人坐，后壁是黑人坐。然后头前若坐满，然后一个白人爬起来，迄个司机就会请坐伫黑人位的头一排徛起来，让白人来坐。1955年12月1号，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一台公车顶头。当这个白人的座位坐满，有白人上车，司机叫坐伫黑人区第一排的黑人让位，所有的人拢爬起来，只有一个人无振动，伊叫做罗莎。所以后来司机就无客气，直接驶去到派出所，叫警察来抓落来。第2天，伊互伊的朋友报出来。就开始展开黑人坐公车的运动。26岁，当时26岁，马丁路德金恩牧师对外地就来参加因当地游行，就煞唔知影是安怎，互人选做主席。这就是金恩牧师领导美国民权运动的头一步。直到联邦法院判决讲，伫公车顶头，因为咱知影阿拉巴马州的法律是一定爱做这样代志，所以直到联邦法院的判决，伫公车顶头种族隔离的法律拢违宪，所以因赢了判决。总是我认为，马丁路德金恩牧师。后来写予伊的黑人同胞的欢呼，才是予这场运动成功的关键。伊安尼写，伊讲这是历史性的一礼拜，公车顶头种族隔离已经被判违宪，蒙哥马利市会受到上悬法院的指令，恁通重新坐上混合的公车，这对咱来讲是一个要紧的责任。
当你拄着无爽快的代志，做一个优秀的市民甲乌人，爱保持和平甲尊重。有人若因为安尼产生暴力，伊就毋是咱中间的一员。为着要提供方便甲便利，我要提出以下的建议：你爱读、学习、记牢伊，那安尼，咱的非暴力的运动才会成功。姜牧师伫伊的提醒内底安尼写，伊讲这毋单单是乌人的胜利，阁是蒙哥马利市甲南方的胜利，毋通分家规掠做你外熬。其中一项，伊阁安尼写，伊讲充满听甲理解来对待恶意，遐对敌会当变做咱的朋友。伊特别建议，伊讲老人骂你，毋通兴喙；你若互人杀，毋通杀倒转去；你互人拍，毋通凊彩行手。爱相信听甲善良永远拢有。你身躯边的人若互人搅扰，毋通为着保护伊来起骹动手，爱为着遐个压迫者来祈祷。用你的灵魂甲精神来做正义的抗争，根据家己的个性甲能力，勇敢做新的代志，检测就会带来真正的和解甲社会革命。我相信咱拢通对金文牧师的这个吩咐顶头，读到上帝其实透过伊。咧引带这场运动内底，上帝话就透过伊的吩咐，互当时的人得到启发，详时照安尼做。那么读到上帝使人用善良对抗罪恶的困难。作家艾斯莫夫安尼讲，伊讲暴力是无能的上尾的手段。历史证明，若无能力的统治者，哪会使用暴力？总是基督徒呢？基督徒需要改变罪恶现况的勇气。基督徒的勇气，其实上尾是对上帝话来。就亲像保罗安尼讲，做伙来用罗马书12章21节来做今仔日的结束。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所以。毋通互歹赢过恁，就用好较赢歹。咱做伙来祈祷。主，你知阮时常互歹赢过。你知影，阮有时所选择的，毋是你爱阮行的路。主，求你赦免阮，赦免阮的软弱，赦免阮伫罪恶。进前、面前，阮的软弱，甚至有可能，阮也成做罪恶的一员。主求你怜悯阮的软弱，帮助阮，互阮有够野的清醒，透过你的话知，这个世间的风俗是啥物货？这个世间的风俗时常是罪恶，时常是压制。求上帝启发阮。启示阮，互阮知，你爱阮用好赢过歹。求上帝帮助，互阮记得你赐互阮的迄个好。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做伙来吟诗圣诗587首，我毋知明日会怎样。
请起立吟全首。我不知明日会怎样，出传路我免担忧，我无求大日好日光，有时阵黑暗无光，对将来。我充满梦，主保守，别靠阮当。我到日甲主讲脚步，伊知我头前路途。这主明日的灵光。这主，我的明了，我亲在主将官民意，依靠我是路脚头，每一步那行那光明，亲像白。紧老开，我当当，那飞就那去，那云彩灿烂光辉，伊所在主眼光普照，无目屎永无凄凉。你美丽彩虹的尽头，情山岭甲天相连。这主明日为灵光，这主我的明了，我亲在。将官民意，伊将我起路行头，我不知将来的日子是遥远，也是相逼，既然主有有起交加。伊也为予我高雅，比头前虽然有水花，有凄凉，也有苦悲，但有主引带我路站，伊保护。我家家，这主明日为灵高，这主我的明了，我亲在主将官民意，依靠我是路脚头。请坐，奉献，请明伟兄甲春燕姐来书献。
请起立，做伙来吟奉献的诗。咱先过来祈祷，向阮的爸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你的保守甲看顾，使阮平安，互阮会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阿罗你。阮当奉献阮淡薄金钱，求主你交纳阮的所献，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报告大仙，咱先来读本周的金句。毋通互歹赢过恁，着用好较赢歹。罗马书12章第21节，请。较赢歹。罗马书12章21节，毋通互歹赢过恁，着用好较赢歹。章21节，咱来看周报。周报第1页甲第2页是周间聚会，甲大家服侍，请同工爱注意看。第2页有奉献的明细，若有订单会使问办公室。消息报告：今仔日中昼12点，伫702教室召开有力学金审查，请同工爱注意。下晡有新旧林的中职训练会，中昼12点伫705的教室举行，请同工爱参加。下主日10月22，咱教会有中庸节的敬老节，请咱厝内若有时大70岁以上的，欢迎来教会参加。其他具体甲补充，请牧师。来，我来介绍今仔日的人客。头一位是郑美金姐妹，请对嘛吼，郑妙金歹势，郑妙金姐妹咱拍扑克来欢迎伊伫咱中间。欢迎因为伊算咱的厝边民生路的隔壁尔49号，所以愿上帝帮咱夫妻美金姐妹伫咱的教会会当妙金姐妹会当伫做歹势，迄个头壳戆戆吼，所以人老啊就是安尼啦人老就是安尼，所以真歹势。妙金姐妹，愿上帝祝福甲你做伙伫地，也帮咱夫妻，互你也会当伫遮找到上帝所赐互咱的这个家。第2位应该是一个家庭啦罗永和父兄弟甲李丽凤姐妹个因全家族啦欢迎欢迎，因的查某囝明仔载要登去，女儿是媳妇啦媳妇在拿撒勒人教会，然后女儿是在美国好，听得懂台语吗？还，好，那个欢迎，如果待会11点还有一场华语礼拜欢迎来听欢迎来听好，我们欢迎他们，咱欢迎因伫咱中间。愿上帝甲恁做伙伫地，帮咱夫妻我伫遮个
我再多补充介绍哈，我们的教会的生日是11月，今年是我们定在11月5号。那当天我们会邀请亚东剧团来到我们当中来演出。那我们会有咱的有对早起时到下晡的活动，欢迎咱大家做伙来看这出戏。享时也会当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那一天我们会预备中餐，那要邀请大家，如果你拿到这一张之后，就开始有任务了，就是拿到这一张，然后后面有一张那个新朋友邀请名单，咱就让开始想讲，我会当邀请什么人来，甲我做伙来看戏吼。若愿意，你会当顶头写名，然后办公室会敲电话邀请。愿上帝帮助扶持，互咱的教会透过这个过程，互更较侪人来听见福音，来透过戏剧、透过演出、透过咱互相中间兄弟姊妹中间的交陪，真正领受到上帝要伫咱中间的祝福。这是第二项，第三项，搁一遍邀请咱大家，咱会记得特别是伫过去的即礼拜内底，咱有几位，咱爱为着即几位厝内底的人、因亲人失丧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所以咱爱特别为着叶山，为着郭斌兄，为着汪俊礼弟兄，为着文正甲义兰因夫妇的妈妈来祈祷。特别求上帝的安慰，就来到遗族身躯顶头。不过，咱也为着新性命来欢喜，所以咱嘛知影讲，咱爱看到月珍节的时阵，爱大恭喜，讲生一个查某孙吼，生一个查某孙。所以生甲死，拢是大项代志。男生儿子。查甫吼，男生，对男的。对，查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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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查甫的啦吼。歹势，我无探听啦，歹势啦，吼，所以我唔知影是查甫的吼。母子均安大家中文程度拢比我好啦吼，所以免我介绍，我唔通直接搁拖时间啦吼。愿上帝帮咱扶持。互生甲死相时拄到的人，会当得到快乐，也会当得到安慰。上尾一项，邀请咱大家，假使咱也愿意，逐礼拜会当有3种状况。第一个就是参加一场礼拜，参加一个小组，一个服侍。我时常咧讲，这叫基督徒的3合一，基督徒的3合一，3位一体啦。就是做伫咱的生命内底，透过礼拜、透过团契或是小组、透过服侍来尽咱诚做信徒的本分。愿上帝甲咱做伙伫咧。上迎圣诗388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请起立。圣父上帝，愿更圣家圣事三位一体，在地的现在地的，将来也永远地的，无疆无尽。阿门，阿门。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天国密宝，请兄弟互相请安问好。